歡迎收睇無線新聞。警方繼續調查港鐵車廂縱火案。港鐵帶記者登上出事嘅一卡車廂了解。當局證實60歲疑犯有妄想症。而據了解，事發嗰陣佢唔只有一樽懷疑天拿水。喺下晝再多一個乘客去到醫院求醫，傷者增加去到19個人，其中3個人危殆，包括疑犯。而政府官員先後去到幾間醫院探部分嘅傷者。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強烈譴責事件。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就到尖沙咀站度了解，而港鐵已經成立小組調查事發嗰陣嘅情況同埋處理方法等，喺1個月內會有初步嘅結果。涉事嘅列車泊咗喺荃灣車廠，車廂有明顯燒焦嘅痕跡，地下仍然遺有一啲物品，車頂燻黑咗。列車尋晚7點幾由金鐘開去尖沙咀嘅時候，懷疑有人喺車廂內縱火自焚。港鐵安排當時駕駛嘅車長接受訪問，憶述當時情況。佢話有唔同乘客暗中求助，幾混亂下咯。咁我咪同廣播同啲乘客講話，我會下一個站清客咯。其實已經安撫咗㗎啦。如果你唔同佢講咧，你唔回應乘客話下一個站落車，啲乘客驚佢拉門啊，或者可能嗰個情況會變啊壞咯。事發喺星期5嘅夜晚，一列由金鐘開去尖沙咀嘅列車，一個男人懷疑喺第一卡車廂自焚。消息話佢當時身上唔只有一樽懷疑天拿水。入咗去車廂之後，佢先淋向附近一個女人，再淋向自己，並且喺列車過隧道嘅時候點火。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朝早去到尖沙咀站了解，亦慰問當值嘅港鐵職員。當時咧，我就即刻通知月台嘅同事啦，叫佢哋去 stand by 每一卡嗰度 stand by。咁當列車到達咗嗰陣時，真係發現有火警嗰陣時，我哋就即刻安排疏散。張炳良認為港鐵處理恰當，但係要檢視點樣提升安全措施。我哋要明白咧，任何風險管理咧，都係要平衡咧風險同埋咧實際嘅措施，會對嗰個鐵路系統嘅效率啊、個運作嘅順暢啊、乘客嘅方便，要做個好好平衡。任何安檢系統咧，就唔係話隨便講嘅。但係我哋都期望咧，港鐵公司就今次呢個事故咧，係比較認真地去檢視個情況，睇睇喺安全嘅措施方面有邊地方係值得去提升。有事發喺出事列車第2卡車廂嘅乘客憶述事發情況。好耐未埋到站，可能太嘈咯，聽唔到有任何嘅廣播。咁同埋一出到去咧，都見到冇乜職員喺度，只係好多嘅旁路人啊去圍觀啊。我相信係唔使1分鐘裏面就已經有幾個職員係同時間去救裏面嘅車廂嘅傷者嘅。而車站喺清晨重開，月台上明顯多咗職員，亦都有警員巡邏。有乘客話唔能夠擔心太多，冇得擔心㗎啦，係啊，冇呢個交通工具好唔方便，大家都呢啲意外冇辦法避免㗎啦。港鐵話已經成立咗小組調查事件，檢視今次嘅事件中安全措施同埋應變安排，預計1個月內會有初步結果。無線電視記者陳良君報導。政府官員去到多間醫院探傷者，其中年紀最細嘅15歲女學生情況嚴重，而另一個台灣遊客就危殆。傷者中最細嘅係15歲聖保羅男女中學嘅女學生，有同學同埋家長下晝到瑪麗醫院兒童深切治療部探望佢。個女學生手腳大約2成皮膚2級燒傷。我哋學校所有啲家長啊、學生啊，大家都好關心佢啦，祝佢早日好返啦，係啊。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同保安局局長黎棟國亦都去到醫院了解佢嘅情況。屬於邊緣嘅，即係喺個嚴重同危殆之間，但係屬於係嚴重穩定嘅情況。媽媽當然係擔心啦，咁就亦都擔心之餘，嗰啲仔睇住個女女個情況係改善緊嘅、穩定嘅。咁我哋最緊要就係慰問佢。
張建宗同黎棟國亦都去過伊利沙伯醫院同廣華醫院探望其他傷者，話會為傷者提供治療同經濟支援。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下晝派員到醫院探望受傷嘅台灣女遊客。有沒有買呢個旅遊保險？這個不清楚誒，細節我們可能還要再查。嚴處長該會過來嗎？哦，對，他聽到樓下。傷者嘅面部、雙手同大腿兩側大約2成皮膚2級燒傷。醫生話佢暫時無法溝通，要等佢唔需要用喉管協助呼吸，先至可以送返台灣繼續治療。佢嘅家人下晝坐飛機嚟香港。當局話關注危殆傷者呼吸道狀況，佢哋可能吸入有毒或者灼熱嘅氣體，刺激呼吸道導致腫脹，有機會阻塞呼吸道，要用喉管協助呼吸。有醫生指出，燒傷程度一般分為4級，2級燒傷已經傷及真皮。好多時一個好重要嘅表徵咧，就係會皮膚會出水泡，或者好短時間裏邊成幅皮剝落，好大機會就有啲結疤嘅組織。如果結疤嘅組織喺我哋關節附近嘅話咧，可以影響我哋咧肢體嘅活動㗎，咁就會有啲功能上面嘅損失啦。如果真係結疤組織咧真係好犀利嘅話，有機會要考慮譬如話植皮啦。佢話2級燒傷一般要12個星期以上先至可以康復。無線電視記者黃德蘭報導。當局話疑犯有妄想症，事發當日原定要接受治療，但係就冇去應診。醫護人員有嘗試接觸佢，但係聯繫唔到佢。消息話，港鐵車廂縱火案疑犯住喺柴灣嘅一個公屋單位。咩事？我就唔走報警㗎啦。我哋想問翻你兩句，了解翻嘅咋？報警㗎啦。有鄰居話，疑犯任職保安員，對事件感到意外。有啊，有啲驚訝，因為見即係冇乜嘢噶嘛。佢平時都即係打個招呼，即係入 lift 啊、出 lift 啊嗰啲。見即係或者喺呢度開門，大家撞到咁咪講聲早晨啊咁啲。咁當局話疑犯有妄想症，07年因為暴力行為入院，到2013年情況轉趨穩定，但每4個星期都要接受治療。事發當日原定要再接受治療，但冇覆診。最近係應該接受治療咧。佢就係冇去到接受治療嘅，咁我哋醫護人員其實係有嘗試接觸佢，揾佢翻去覆診接受治療嘅，不過咧就聯絡佢唔到。保安局局長黎棟國譴責事件，強調唔涉及恐怖襲擊。呢個調查咧會係全方位嘅去做，我哋係冇任何嘅證據呢一件事咧係有一啲恐襲嘅成分，或者係對於我哋嘅地鐵系統進行一啲惡意嘅攻擊，呢個相信咧係一件獨立嘅事件，但無論如何點都好，我哋咧必定會盡快處理好呢件事。佢話警方會繼續喺出事嘅列車做科學鑑證。無線電視記者張家豪報導。港鐵工會認為現時處理緊急事故嘅指引足夠。咁縱火案發生嘅時候，車廂喺密閉嘅狀態，令到車廂中積住濃煙。消防處前處長林振敏提醒，打開窗嘗試通風，或者會有反效果。港鐵罕有發生縱火案，令人關注鐵路防火問題。政府話而家每列列車多數每卡都會有2個滅火筒，駕駛室就有2個。車站月台同埋大堂分別都有滅火喉同埋喉轆等。今次縱火案喺行車嘅時候人多嘅車廂發生，未能夠及時救熄，車廂入面濃煙密佈，乘客開氣窗啱唔啱啦？消防處前處長林振敏話可能會有反效果。究竟如果你火燭嘅時候，嗰啲煙究竟喺外面嗰度走入去，又話喺裡面嗰度走出嚟？打開個窗，好可能嗰啲空氣入或者出嘅時候咧，就更加快，更加令到啲濃煙咧會去蔓延到唔同嘅地方，即係能夠用啲嘢將嗰個溫度所吸入嘅空氣嘅溫度咧降低啲，咁當然最好啦。咁即係用啲衫啊或者毛巾啊，如果有嘅話，如果仲有水箱有水樽拎住嘅時候，淋濕嗰個毛巾仲好啦。車長收到車廂起火之後，車長決定駛到去下一個站先至停車。林振敏認為做法合理，因為隧道好窄，而車廂嘅緊急出入口又只係得幾個，咁樣逃生情況會變得更加複雜。港鐵工會話內部有緊急事故指引，遇到突發包括係撞車、脫軌同埋火警，
員工會嘗試救援同埋恢復現場嘅情況，但主要係聽取中央控制室嘅指揮。工會認為指引足夠，但建議可以簡化匯報緊急事故嘅程序，加快處理。而家我哋要報一啲嘅 location 咧，一啲嘅位置上去係要 confirm 嘅，係要再重複去確定嘅地點。如果有啲嘢係分零鐘要解決嘅事，如果可能對答可能經已係用咗30秒，盡量解決啲快啲。工會又話而家有定期按指引進行演習。無線電視記者李盼龍報導。其他消息，美國總統特朗普同訪美嘅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會面，雙方同意繼續發展同盟關係，並且再次確認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中日有主權爭議嘅釣魚台。特朗普喺白宮門口親自歡迎到訪嘅安倍晉三，今次係佢就任總統之後同安倍首度會談。兩人喺橢圓形辦公室會談大約1個鐘，內容涵蓋美日同盟、安保、經濟以及貿易等議題，之後一齊出席記者會。特朗普形容美日同盟關係係區內和平穩定嘅基石，兩國繼續投放資源將會令到關係更加緊密。And our defensive capabilities, which under our mutual leadership will become stronger and stronger. And as time goes by, ultimately they will be impenetrable. 安倍就提到，兩人喺會面中再次確認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尖閣諸島，即係中國叫嘅釣魚台。As we see increasingly difficult security environment, we have confirmed that the U.S.-Japan Security Pact Article 5 will be applied to Senkaku Islands. The United States will strengthen its presence in the region. 經貿方面，由於特朗普已經表明美國會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TPP， 雙方喺會面中同意展開雙邊貿易談判，並同時展開由美國副總統彭斯以及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牽頭嘅對話機制，商討多項議題。白宮會面結束之後，兩人一齊乘坐空軍1號轉到佛羅里達州特朗普嘅私人度假村入住2日，會同安倍組隊打高爾夫球。無線電視記者彭子敏報導。休息返嚟仲會報導。民主派選委商討行政長官選舉提名策略，傾向嘅提名有3個可能。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報導，俄羅斯考慮遣返斯諾登返美國。